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晡日福喜来呢个节目。今晡日让大家来讨论嘛，家咧，我一起到讨论一下非常重要嘅议题，系让你嘅狗啊、鸟啊嘅安乐有关系。等下谈你嘅看你嘅节目是咪啲你到底係討論乜嘅內容？先來分享你嘅裏邊，一開始來分享嘅係你按到寵物豆腐安樂服務，你講創辦人李明翰先生分享。大家好，我是想家宠物到府山中的创办人李明翰兽医师，大家好。分享我们的李医師，聽到個繞牆嘅係你能夠一個欣賞了解及欣賞分享。大家好，我是想家宠物到府安乐服务的兽医师廖冠志。哇，睇嚟你家依個特別來賓係咪犀利哦？哦，你個特別來賓哇，看起非常嘅舒爽哦，躲在那邊，在這邊好可愛，哇，它很舒服哎，它很有安全感哦。有来脚稍微，刚刚我们讲他名字，他脚稍微抽动一下，这样子可能哇，今天很开心可以欢迎到2位兽医师来到节目里面哈，而且刚才大家在这个 open 自我介绍的时候，泰嘎后都讲得蛮好的哈。为什么要从这样来做开场呢？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我们的廖医师哈，廖医师，你今天要来我们这边上节目，突然去发现到自己的这个跟客家的关系哈，有没有觉得很有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其实我本来以为我只是半个客家人，因为我知道阿嬷外婆啦，有在讲客语这样子，然后是海陆腔的，杨梅那边的，但是后来我再去确认一下我爸那边的，会发现我知道我本来就是双料，然后才发现原来双料以前也都是客家人。对，原来双料是客家人哦。爸爸，我爸爸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讲？对，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们虽然是客家族群，但是我爸从就是很小阿昼那边就都不会讲，对，所以就，可是我毕竟还是客家人，现在才知道。我觉得这很有趣，就是说有时候大家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其实就以为我们就是这样。那有时候去了解一下自己的根的时候，也会发现到蛮多有趣的故事，也会让你觉得有点好奇，对吧？有吧？对，我觉得我要重新去查我的背景，对，有点有趣哈。不过真的很开心，东风与勇敢欣赏的都俩片哈。今天呢，为什么会有 Ori 在现场呢？因为一开始到台高来讲你讲的就是你讲宠物到府善终服务哈，哇，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狗狗安乐或是善终这件事情，其实还是相对比较陌生。要不然的话，真的就是真的就是有特别关注这个议题的朋友们才会去关心。那如果真的需要到那一个时刻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是到诊所，好，所以是不是可以请2位医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服务需求，或是它的重要性，或者是到底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这样子。我说的话就是以安乐这件事来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它好像是一件很可怕，或者是觉得不合法的事情。对，但其实会有这个不合法的概念在，比较多是跟收容所的安乐。把这2个概念混在一起，因为我们会有一种好像我们既定的印象，对不对？但其实不是只是这样，这件事情其实是对狗狗来说非常重要的，对啊，尤其之前有那个12页的电影，然后大家就是对于安乐这件事会觉得好像不太好啊，这种感觉。但其实我们的安乐就是一个是在动保法是有规定的，就是动保法有规定我们在毛孩他们就是因为病痛的关系受到一些折磨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透过医疗的方式让他安乐离开的。对，所以这在法律上其实是没有问题。对。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进行安乐，它当然会有一个前面的条件。其实最主要的条件就是，当我们确定接下来毛孩他的生活品质是没有办法再更好，我们可以预知他会一直会往下，一直会承受痛苦的时候，那就是可以透过安乐让这个痛苦提前停止的一个方式。我曾经看过一个戏剧的片段，它就是说，如果你可以许愿的话，就是你觉得不管是狗狗自己许愿，或是你帮狗狗许愿，你最希望你的狗狗可以怎么样一个愿望这样，然后那个答案是他希望狗狗在不舒服的时候可以讲话。
对，我也很希望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因为一开始安勇敢猛提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就是你希望狗狗怎么样？你以为他会说，我希望狗狗很幸福、很快乐，可以怎么样？结果结果不是，他说我希望我的狗狗在生病的时候它是能够说话。我就突然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完全的突然就提醒了我们，因为你不管你多爱它，或是你跟它相处的狗仓怎么样，过程怎么样，可是事实上它不太知道要怎么告诉你它不舒服。人类会啊，今天一下流鼻水，我流鼻水啊，我头痛，我等一下去看医生，一点点不舒服啊，我等一下去诊所，我要去拿感冒药，我喉咙痛啊，我肚子痛，对吧？他不知道怎么表现，所以有可能他在后段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那我们有我们自己对他的需要，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跟怎么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是想要呼应一下李医师分享，就是其实安乐是有条件，不过这样的条件其实每个目的你要减少他的痛苦，不是只看到我们人类的需求，对不对？好，所以那这样的条件是兽医师诊断，对不对？我的意思说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比如说假设我需要这件事情，比如我联络了你们，然后你们会做诊断。然后你们在执行后段的工作，是这样吗？在我们想家的系统里面，其实我们是专注于到府安乐的这一个服务，因此前面的诊断啊、治疗啊，去判断说这个疾病是否是不可逆的。就我们刚刚提到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你清不清楚这个疾病的病况、它的预后、它会怎么发展，这部分会交由主治医师。OK， 他们有了一个初步的或者是已经很明确的判断之后，那当然主人的部分，他可能要做一个生活品质的评估，它的部分是要用当然我们想家的医师也可以提供协助，然后让他去，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他到底还幸不幸福，快不快乐，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如果说他今天真的已经是在折磨了，好，那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量化的标准，让主人自己晓得，然后再加上这个主治医师给的这个判断之后，可能真的不会再好转，然后去判断我们是不是这是一个恰当的时机来做安乐这件事情。对，好，然后我想我要帮你甲乡亲朋友来问一只动宠的问题。其实因为底下甲西腿动因组为有像是有 Oreo 这么可爱的狗狗一起陪伴呐，哎呀，你看好疗愈哦，对不对？好，然后黑猫是黑公，只是有猫狗在身边，然后等到大家有这样的意识是对的，就大家也有安养感惯养，大家是有这样的观念。可通常我们可能会在诊所做这件事情。对不对？我觉得根本你昨天绕墙的勇敢性上都有节目地图，所以 TP 绕台高来讲，因为走两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到府服务，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讲到府服务，那跟到诊所区别是什么？比如说针对医生对性上你们的角度，或是针对饲主，或者是针对狗狗本身，对，有什么最大的区别？针对毛孩这边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毛孩很少有想要去医院的，对吧？有一些毛孩他可能在医院会很开心，但大部分的毛孩其实对他们来说，医院是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或者会有一个不好的印象的地方。因为去医院大概常常就是要打针啊，要干嘛，要做很多事情，他们不喜欢，或者是生病才会去这样。所以对毛孩来说，当然在家里是他们能够最放松、最轻松的状态。那除此以外，医院也会有很多其他动物的气味，就是对狗猫来说，他们是碰到一个新的气味，会是让他们紧张的。所以从毛孩这一点，他们一定是喜欢家里的。那对于主人来说的话，主人当然也是在家里是最舒服的地方。然后要到医院做安乐的话，其实就会需要有一个交通的过程。那这个舟车劳顿的过程，不管是对主人或对毛孩，又是一个压力。是不是对医生也会有区别？比如讲，像医生，你是兽医院的院长，对不对？你可能有很多的我们说患者在那边，可是你可能等一下要面对这个，不管是你认识很久或是没有认识很久的患者，然后你可能要做安乐，但是你可能很快你的心情又要做转变，你要去面对另外一个狗狗，所以对医生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这么说。是。我目前也是宠乐动物医院这一家就是比较传统的医院的院长这样子。那我在我们日常的
职业的过程里面，确实我们有时候也是会碰到需要做安乐的这样子的动作啦。只是在医院里面为什么会来做想家，也是因为医院有它的一些条件限制。好，比如说刚刚李医师提到的，就算我们的宠乐动物医院希望我们是毛孩的第2个家，可是我们还是无法取代家的。家可以给我们的安心，给我们的温暖，给我们的平静跟熟悉感，是医院如何都不能代替。而今天在生命的终末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说再让他的素质再好看一点或是什么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生命的结尾，动物是可以尽量平静，主人的心情也可以尽量得到安抚。我想这应该也是大家都会期望的。对，所以在医院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事情，急诊紧急的状况改变，或者是下一个 case 突然提早来，种种的事情，所以连我兽医师我自己的心里可能都没有办法整理到一个平静的状态。但是在想家到府安乐的这过程里，我常说我是一期一会，就是茶道这样，我说实在，我这辈子可能只能服务你这一次，那这一次我就要做到最好。我相信你的期待也是，今天是我毛孩的最后一天，我希望他最后一天走的尽量是好的。对，所以我是抱了这样心情，认真的去做好这件事。那事实上也确实我们心无旁骛嘛，因为我在人家家里，我也只能好好做好这件事，也没有人会打扰我，所以我会觉得在给予的医疗品质上是在医院是没有办法相比的。错，师母先生来讲其实还有动作感内容，然后向小朋友来分享，你先聊下、啉下茶，你等下当中来讲。当朋友做啲绕墙度，梁介兽医师，呢度节目嘅现场，大家咧分享，因为了解系统啊，当然都不限可能要血胶啊、血尿啊，啲相互咧批判一段时间，不过有人伊总是系会面对到，佢都会理解嘅世界，佢系讲面对到，佢都会理解世界，你用应该放弃，做啲对佢都好好，不过他们离开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辛苦。好，我们昨天讲哈，所以节目要到大家都小改。那接着呢，我很想要来问一下，就是如果真的可以，就是到府服务，那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我们需要先知道的事情，或是因为我总是要知道你们来我家会做些什么事嘛，对不对？哈，那我又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是不是可以请2位医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到府的话，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我们在事前，就是在网络上或者在电话上，我们就跟主人先聊过蛮多的，比如说了解他的病况啊，或者主人有什么样的需求，还有一些简单的讲解。所以其实到家里的时候，主人跟我们是稍微有一点认识的，但我们的原则会希望说，我们到的时候是像一个朋友来拜访的感觉，对，所以朋友到家里拜访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第一步就马上冲过去要看那一只狗狗或猫咪，我们会希望这个是它的空间，我们要很尊重它这样子。所以通常我们到的第一件事，当然会先观察一下狗猫。那其实我们就是从一点距离去看的时候，就会可以判断说它现在适不适合去接近。那他如果说是可以接近的，我们才会慢慢一点的过去，然后也会让他先认识我们，知道我这个人。那当然这整个过程都会是很轻柔，而且我们会依据他们对我们的反应决定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比如说，如果我们靠近他就有点紧张，好像眼神闪烁，我们就不会再靠近他，会退回来。但他如果是平常很喜欢有客人来的那一种，但其实生病的时候，他们可能没办法表现得那么活跃，但我们还是可以观察出来，那我们就会再靠近一点，然后去观察碰触它一下这样。对，那当然就是先让毛孩知道我们，然后就开始会再跟主人去做一些认识跟就是讲解的步骤啦。但整个氛围的话，我们都是会希望说是一个朋友拜访的感觉，也让狗猫感觉说
这好像就是一个主人的朋友过来家里的这种感觉。OK， 所以可能就是不要让他再有在医院的感觉，或者常常看到兽医师都是穿着白袍的那种感觉。那你们到了这个家里的时候，除了像刚才李医师安永改奋勇这样的分享之外，事实上是不是也要跟我们说这个狗狗、猫猫的这个饲主有比较多的沟通？比如他们可以做一个怎么样的，不管是心理上的准备，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可以协助做些什么事情，对吧？好。通常在我们抵达的时候，虽然说我们在先前的线上的联系的时候，就会去询问很多关于，比如说动物的病况啊，然后它的诊断是什么啊？那你今天为什么会做这些决定？啊，甚至我们会有一个评分生活品质评分的量表。但是到现场以后，我们会看看动物的情况，但是还是会跟主人再做一次的确认。而且如果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在现场再做一次评分的量表。因为其实。这个决定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然后我们能够体谅很多的主人，甚至到最后一刻还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他会怕自己做错，我们真的很怕自己做错。对，但其实这件事情本质上是出自于爱的，他不会。我认为他不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但我们就是最后一线。如果说他今天真的不需要做，我们现场会告诉他，然后我们就会停止。然后比如说他其实可以接受医疗，他就有恢复生活品质的情况，那他就应该要去接受医疗。对，所以我们还是会做最后的确认的。我觉得我可以就是依循着这个医师的这个分享，所以其实你刚刚说会再做一次确认，是不是真的有很多其实可能不管是事前有联络，或者是真的你们后来去到那里，但是不一定有做，然后你们就离开，有这样的案例吗？有，但很少。很少。对，因为我想通常会去的时候，可能那个狗狗的状态真的是已经很后端的，比较辛苦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比较像是也会，如果说大家都已经充分的彼此了解，我的意思是，包括你们的心理准备也好，或者是饲主的心理准备，然后你们都有充分的了解之后，你们在现场其实也会让狗狗在比较有安全感跟舒服的状态之下，所以你们会比如先会进行一个麻醉，让它睡着。会先这样做吗？通常我们确认要进行的时候，会先准备在要施打针剂的地方，先涂抹皮肤的麻醉药，就还没有要让他整个睡着。我们是先求他打针不要痛啦。因为无论如何我们会使用。还是会打针，要使用麻醉药，所以至少会有一针是可能会稍微有点感觉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要把这一针今天可能唯一会不舒服的部分，尽量不要让它那么不舒服。所以前面李医师说的都很重要哦。我们会穿便服，像朋友一样，我们会慢慢靠近，一切都慢慢来。然后最后，当我们真的要打针之前，还会先擦药。我们选的麻醉药，我们使用的这些针剂的也是选比较细的，这些都是要让这个第一针的不舒服降到最低。那等我们真的施打完第一针麻醉以后，动物就会慢慢的睡着。睡着之后，对后面的处置，它就是没有知觉的。这个是我们如何去利用一些医疗的方式，把最后的这段时刻的不舒服尽量降到最低，让它看起来是很 peaceful 的，好像是睡着一样离开。那饲主的心情呢？因为真的光讨论这个题目都觉得会有点压力了，对不对？所以在现场也会。你看我看他现在快要睡着，你看多有安全感。你看看起来这个摄影棚每动有安全感，什么都安全感，所以你行来行去，后天那总来顺头一辆水铁，还有点欠稿，哈，有一点小打火。哎呀，真的太棒了，哈。我们希望就是这么平静。所以是比如说我们也可能会提醒，比如说我们的饲主的心情，对不对？总不能你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旁边。完全失控，对不对？
我因为太悲伤嘛，等等之类的，对，所以我们才前期的沟通就已经非常重要了。我们尽量要在前期的沟通里把一些必要的事项交代清楚，然后到现场才会有共识。不然到现场有很多情绪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会讲不清楚啊，就是主任也对啊，然后。所以预留时间也非常重要，可以让事主可以整理他的心情。通常你们到达那个地方，如果算顺利的前提之下，到你们离开安永改狗仓地图台州会多长的时间？就是你们到达，然后到你们离开那个房子。通常大概1.5个小时，可是我们每一个 case 都会留整整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通常都是很充裕的。我觉得在这里我要特别让大家分享，廖医师又略的讲到了件事情，是讲其实你对你该狗然后鸟然后你也走出安个给听。其实我身边有一些人，他们为什么很难做决定，是因为他们会觉得我决定了你的死亡，所以。虽然他理性上好像知道，或是知识性上面会知道说，其实你是在对他好，就像刚刚廖医师有特别强调，是出于爱。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再一次跟绕抬高的狗，就是说，其实还是不要有那样的就是罪恶感，因为他们会觉得很罪恶，然后他们会好像自己不做错，不能面对这件事情。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也很想问，那像身为医师，你们自己。在面对这件事情，也是不是也要同样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建立，对吧？很多主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或者会跟我们说，我们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这样子？那我会就像您一开始有提到说，他们会很想知道狗狗他们在不舒服的时候，到底能不能自己说出自己的感觉？但其实狗猫他们不行。那我会再提醒一下主人说，其实我们身为主人还是有责任要帮他们做这个决定。因为我会再讲一个小故事，比如说我们在他就是前面这一段陪伴我们的过程中，有决定其实都是我们做的，像说要不要带他去看病，他要吃什么饲料，他要不要有新的其他的毛孩或者新的家人进到这个家里来，其实都是我们主人在做的决定。那其实最后这个安乐这个决定，本来也就是我们主人应该继续做的决定，它跟所有前面的决定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对他就是有这个责任。万一他是真的很不舒服，而我们没有帮他们做一个终止痛苦的决定，那这时候是不是反而我们就没有让他能够避开这个痛苦？对，所以我会再提醒他们一下，说这个决定还是必须由我们来做。对。哇，李医师这句话是真的给大家蛮大的提醒哈，因为这中间有很多过程，他要不要去看病，他要吃什么样的饲料，其实你都在帮他做决定。好哦，还有嘛改你地改地师到故事聊下，你等下长来讲。大家来讲，你讲宠物安乐改条件狗仓到CQ，回到这个里面，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身为一个主人或是饲主要做这个决定，可能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不过刚刚李医师有提到台高的分享，就是他的一生，其实你都帮他做了好多的决定。那他在最后的过程，他没有办法告诉你，如果你真的觉得他医生的判断之下，他已经非常的辛苦，其实你是有责任帮他做决定的，并不需要觉得自己做错，因为也是出于一个爱，对吧？好，不过这个我就要问一下这个廖医师，因为廖医师其实是在医院里面工作，我说在兽医院里面工作，其实不管是对狗狗的照顾或是长照，那你加入做这个安乐的这个也2年了，但是很有可能你常常面对的狗狗是你自己照顾很久的狗狗。是，我想这个心情可能会跟李医师不太一样。
对，其实也要强调，李医师他以前也是在动物医院里面有任职的，他也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对啊，只是我现在还有也仍然是有在经营一家动物医院。那当然自己的 case， 然后有一天他真的病况变不好啊，走到会需要安乐的状况，这个对每一个兽医师来说，永远会记在心里。就像我一开始当菜鸟兽医的时候，我第一次推那个药物黄澄澄的药物到血管里，那个真的是非常震撼的。对，但是也正是因为自己是主治，陪伴了这个孩子，陪伴了这个家庭，你会知道这件事情是必要的。所以我刚刚休息时也有说，如果这是我的 case， 我一定是陪他走一遭，我想要好好的陪他走完这趟路啦。通常这个时候主人也可以觉得比较安慰。那刚好我今天又是有到府兽医师的身份，所以如果有时候担心这个病况真的是很危急，你再请他到医院来，这个太折腾了。那没关系，我或者是我的团队也可以到府上为您服务。我会觉得这样子整个对于周末照护的流程会更加完整。因为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面对的不是自己已经照顾很多年的狗狗，你知道那个情感真的还是不太一样。对，因为有时候可能你到府服务，这个是你第一次认识的狗狗是有可能的，好像也没可能。不过狗狗两边都会走兽医师，你看今天还有我们的 Ori 罗斗hiện虫，就代表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毛小孩这样子哈。所以其实李医师也会有自己的就是毛小孩，对，所以你也曾经送走过自己的毛小孩，对吗？有的，对。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你知道，我们身为一个非兽医师的人，那我们就只能因为很爱自己的毛小孩，然后让这中间有很多情感的连接。但是身为兽医师，又要再送走自己的毛小孩，我想可能跟我们的感受会不一样。我的话，因为就是像您说的，我有2个身份，一个是兽医师，而且也是主人嘛。那我的就是在到府安乐开始之后，也送走了一只狗狗，它是叫做达咪。那它主要要离开的原因是那个失智症啦。失智症的狗狗，其实到最后它们都是会认不出家人呐，然后会一直走路转圈圈，一起床就是在转圈圈这样子。那其实是蛮辛苦的一个过程。但其实因为我的身份也是到府安乐的兽医师，所以我其实在决定达咪离开的那个时间点上，我觉得比一般主人早的算蛮多的。我其实是发现他有失智的初期症状，然后开始有一点点不太想吃的时候，我就决定让他离开，因为我知道后面还会有很多很辛苦的事情要等着发生这样子。所以那一天我其实是去订了一客很棒的牛排。我知道他很贪吃啦，所以他那个饲料已经开始不太吃了。但我牛排拿出来，他还是眼睛一亮就跑去吃那个牛排。他对那个气味跟食欲还是在的。这也是我很希望他可以在的状态下，他可以在这个状态下离开，才是我觉得是好的状态。那当然进行的过程，当然是因为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这个到府安乐，所以当然是很顺利。但也有一部分是我身为主人的部分，我是一定还是免不了做之前要哭一轮，就是离别，跟他好好讲话，然后好好哭一段，然后再好好最后闻闻他的味道，摸摸他的身体，这些做完以后，我再自己亲自让他好好的睡着这样子。对，就同时经历了主人的那个过程，然后。但我也很相信自己的专业，所以其实就是在安乐的时间点选择上，我是没有什么疑虑的。对。不过听这个李医师分享这个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在这边今天这一集节目也是让大家知道更多这样的知识。可是也是不是要告诉我们要先去思考这件事情？而不是到了那个时候再来想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今天这一集节目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不论你俩哈身边改狗狗很没附中改控田，或者是非常的年轻，他可以动头上。如果我现在就要先理解这个知识跟了解这件事情，对吧？是不是就要提前认识跟准备？我说的是这样整个状态这样子。我想分享一下我个人，
其实我以前也从来不知道有到府安乐3种服务这件事情，连我自己是兽医师也是，因为在李医师成立之前，台湾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对，那我为什么一边要当院长，一边又要做出诊服务呢？就是像我前面说的，其实我在动物医院里面就已经，我的职责就是延续生命嘛。你主人交付给我，我就是尽量让它活得久一点。我以前的观念是这样子，但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拿李医师的狗狗来讲，它如果到我们医院，失智继续变严重，它就是完全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一直打转，然后可能在医院被吓个半死，因为他陌生嘛，然后加上他失智，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可能会卫生条件变很差，好，就算我们人有好好的去顾，还会变差，然后身体变瘦啊，恶病质啊，开始有褥疮啊、外伤，种种情况会慢慢的出现，所以我某个程度上，我觉得自己的心很累。应该说，我还不知道有到府3种这条路的时候，但是我看着学长在做这件事情，我心里就冒出一个想法，说，是不是我的职责并不是说，就只是让他活着，我的职责应该是让宠乐变成毛孩的第2个家，我的目的应该是要让他活得更幸福，活得更好，而不是让他歹活，然后就一直的延长，当然，每个主人有他们的想法，有的人真的就是不安乐，那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对我来说，到底什么是对动物好的？所以我才加入了想家。然后我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开始很担心自己会不会承受很多负面情绪。但是我发现，在长照过程里承受的负面情绪才是更多的。我每天看着这些动物消耗，但我兽医师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样子真的很无力，所以反而在想家里面，我可以好好的面对这个议题，不是每个人都会做跟我或者是李医师一样的选择，但那也没关系。我的意思是，就是到府真的提前善终，有些人真的不做，但是能够得到平静，那很好。但是我发现，当我提供给主人选项，有些人才会突然发现，原来是可以提早结束这样的消耗，原来最后的结束是可以有尊严，不需要那么痛苦的，因为听我们刚刚的流程就知道，那是一个很 peaceful 的状况，所以以结论来讲，经过这2年，我会觉得自己得到很多的鼓励，然后得到很多的正能量，我觉得。每一次出诊就好像一次心灵的疗愈，我帮助人家走这一段，我也获得支持。当我回到医院里面，面对医院里的这些长照 case 的时候，我也可以有一个更健康的心态去提供他们选项。你不一定说只能去延续他的生命，你还可以照顾到他的尊严，照顾到他的品质。哇，谢谢这个廖医师这段话，我真的好想要做很多延伸。你比如说，这可以讨论的东西很多，可是刚刚医师都回答了。比如说，主人也会觉得说，其实是我需要它，有时候不是狗狗需要什么，是我们需要狗狗，对不对？好，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更深层的题目。节目该追命哈，只剩下1-2分钟，我要赶快来讲一下。享乐里面还有其他的医师，对不对？对不对？好，听说我们今天还要准备照片哈，还要准备相片，问大家来看。那好，我所以这个。总共8位，对不对？因为加创办人，那其实是7位加上创办人，所以总共还8位。那我们在有机会见到，好可爱，哎呀，这个太可爱了！你看人家相片，好好看。我说怎么拍的那么好，这样子。所以看人家的相片之外，你有没有问一下，就是我们的出诊范围？基本上是全台湾都可以OK， 所以我们只要上你们的网站，然后可以得到很多的联系的方式，或是有更多资讯的了解，都改了解，连龙一都有，所以其实北南中我们都可以去，这样东也有，台东也有，台东也有，哇，离岛还没出诊，离岛还没有人联络过，但还没有成功过。对，好，哇，真的是富兄港侠2位医师来到这边，帮我们分享这么重要的题目，好，谢谢2位，也谢谢 Oreo 来到俩片，哈，哇，乡亲朋友希望大家看的是只是生活动态，哈，其实还有多改题目做在讨论，你行业摆系有机会，你咋个总来讲，听下来到讲所有改乡亲朋友强下来做认同了。
要将大家来到福喜来那个民宿琴站，还有听日客家电视 YouTube 频道，还有老两个样片琴站分享出去本大家哦。